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情谊大港的龙头台积电传出着好消息，第二季的营收3100亿，每一股的股票赚4块外。台积电即摆已经将做全世界市值上悬的晶片厂。虽然受到中国甲美国贸易战的影响，台积电为9月都无要过来接华为的订单，也毋过台积电也是老神在在，因为5G 设备的需求增加。 那中国甲美国俩都参日本嘛，抢要爱台积电去因遐来设厂。台湾半导体业伫全世界是排头顶的，台积电第二季发税会爆出好消息，第二季营收是3100亿，每一个利润毛4块6，也要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，台积电承认讲5月份以后。 都无搁接第二大客户华为订单，外界估计影响到1/5的营收，也毋过台积电老神在在。 But under this current status, we do not plan to ship wafers after September 14. CC just made up about 2020's guidance is above 20%. 无华为来自全世界各地订单，共款互台积电30满载。依照统计，台积电已经正式超过三星，变成全世界市值上悬的晶片公司，辉达排第3名。日本同埋新闻报道，为了因应5G 的建设以及高速运算晶片的需要，日本政府考虑要编几千亿日本钱的资金，吸引晶片的制造厂到日本设厂，提振半导体产业。台积电自然就是头一个目标。 因为中美贸易战、科技战的一个关系，实际上大家都在抢逐半导体制造能力这一块，而台积电的一个地位就相当的重要。短期之间，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没那么快成型。针对到日本设厂，台积电表示讲不排除任何可能，不过目前无相关的计划。